先看给妹妹的相片，头家就照出来讲，你有嘛事情哈？比如讲，没啦，看下老妹冻僵啊爹呀，你知道老板说什么吗？真的很失礼，结果。真的呀，假的，假有可能，佢上到暗讲，跟上到暗呢，呀你老妹，我说，How dare him！故说起初一路都知道讲自家上都唔讲，对自家都冇痴心哦，然后那种从哈一路诶，然後對於自家嘅佢工作嘅一方面冇人會上去談啊，也係講上心啊，哦，所以弄男人睇大嘴骨诶，喊得囧，好，他一时很难接受啊，就是我很希望可以帮他塑造一个舞台。就是这些这么你觉得不是嘛该冲掉没某嘛该冲掉的东西，这研究会大这一步面面线线供出来的东西，可是它就是很有被保存下来的价值。然后咩希望做的比汉娜有痴心，叫给替拜给准掉。然后我真的是一直弄起上来，然后苏公就上去就上去，其实来给透心 Q 嘅。鬼神哦，然后珍珠项链啊、泥丸啊，就安尼鬼神上来，就真给讲到爱亮啥得奖哎，他说我要搀扶他，你知道吗？给你准到上台，然后所以有一年，因为你还是希望可以让他有一点不要那么害怕，可是我就问太嘎讲，邵阳黑有老师婆，你们有奖吗？然后他说奖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叫他阿叔婆，然后他就说，记得用全部都听哎阿叔婆啊，就是很可爱哦。然后这是第一次，讲都给准，第二拜，哇塞！你知道盛妍哥也有去当颁奖人，给老盛妍哥面面线线怎么会酸呢？我要把他拉开说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再聊。哇，完全不同。